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之前，请大家可以观修一下皈依还有发心。我们可以观修一下皈依大概1分钟，然后再观修发心也1分钟。我们在观修皈依的时候呢，就如同上次跟各位介绍的，我们所要皈依的对象呢是佛法僧三宝。那么所谓的佛宝呢，就比如像释迦世尊以及十方三世的一切佛陀，还有我们的居士根本上师，这个都属于佛宝。法宝呢，就是灭道二谛，这个是法宝。僧宝呢，比如像声闻独觉，还有一切圣众，凡是他们相续当中具有灭道二谛的圣众，这个都属于僧宝。那我们应该要至诚的对他们做皈依，并且要想到说，从今乃至我未证得菩提之间，我都要猛力的去做皈依。接下来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来观修发心。我们应该要观想量等虚空的一切如母有情呢，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获得佛果位。在我还没有获得佛果位之间，对于那些没有利益我甚至伤害我的，我都应该要去帮助他，并且我对于一切有情应该要非常努力的去利益他们，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应该要想到，从现在开始乃至未成佛之间，我都要这样做努力。那么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也应该想到，是为了量等虚空的一切如母有情，所以我来听闻正法的。在这里人界的意思是说，之前呢大家有问上师跟根本上师的差异在哪里？人界的回答是，上师呢就比如说他能够为你无导显示，加上了无导，就是没有错谬的显示解脱及一切智智、一切相智之道的这个师长呢，我们可以称之这个师长应该是这样，它是一个前提。然后呢，你对他有信心，有亲近的这种信心，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构成是你的上师。那么自己的根本上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然比如像为自己无导开示解脱及一切相智之道的，然后自己对他又有尽信心的，这种呢可以称之为你的根本上师。另外呢是帮你受像是出家然后沙弥戒比丘戒的，这个可以称之为你的根本上师。那比如像为你受灌顶还有口传的教授，就是龙，还有教授一般的教授教戒的这种教授呢，那这个也可以称之为你的根本上师。也有一种说法是为你圆满的传授五部大论的这位老师呢，他也可以是你的根本上师。那还有一些根本上师是他去引导你平常的修行那引导你的就是行为，告诉你该怎么修行的，这个呢也可以称之为是根本上师。总之呢，我们称为根本上师的这种说法有很多种，那也有不同角度的来做一个解释。人们切说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道次第当中有提到如果上师他有加持，但自己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加持。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对他要有信心的。如果说自己没有这种信心还有欲求圣解的话呢，可能这个上师的加持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所以根据这样的想法呢，人界提出他刚才的那个看法。人界说还有一种状况是，比如像你去听录音带那你听录音带的时候呢，你听到这个人讲法，然后你觉得他讲法对你非常有利益，然后你觉得帮助很大，因此你对他产生了信心，你对他有这种欲求，有这种圣解，这个时候呢，对方也可以成为你的上师就是说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是你的上师。但是这种呢并不是有法缘的上师并不是有法缘的上师。所以有法缘的上师就是你们两者之间呢必须，比如说那个上师呢认你他升起一种你是弟子的想法，你也认他他是上师的想法，彼此之间有传法的这种法缘，这个时候才会有法缘的这种师徒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一般你去听录音带，但你觉得对方的开示对你非常有用，也因此产生了信心，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就可以成为你的上师。但是有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你可能一般像现在这样上课，然后你听，你也没有特别想要去认上师，或者说你去听录音带，你也没有特别想认上师，你就是只是听那你可能对他也并不是有非常强烈的信心。这个时候呢，你只是听，那
对方也不会变成你的上师。所以像在道次第论里面也有提到说呢，如果你身在说法的现场，但是你的心并不在说法的现场，这时候你并没有办法受得这个法的利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我们可以拿来思考刚才讲到上师的那个关系。另外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想要认他当上师，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从录音带里面是不是就能够获得比如像刚才提到的灌顶，还有口传教授，还有一般教授的这种传承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的，除非对方是特殊的殊胜的补特伽罗，比如像尊者达赖喇嘛法王，而且他有亲口说，在某一个时间之内，如果你去听那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去听，这时候虽然你身不在现场，但是你借由听录音带，或者是你去听这个网络的直播，以这样的方式呢，你是可以获得传承的。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也就是说，除非这个补特伽罗是个殊胜的补特伽罗，比如像尊者达赖喇嘛法王，他特别去开许，所以说一定要有上师亲口的开许，然后他说你在某一段时间之内的然后你如果去听，而且你具有非常强烈的信心，然后你有这种心去听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办法获得这个传承。但这里所谓的具有殊胜信心，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像你是真的没有办法过去你时间不允许，然后你非常有心，你非常想要得到这个传承，然后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下，比如说刚才最主要的是有上师亲口的开许，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你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得这个传承。比如说刚才讲到像灌顶、口传教授，还有一般教授的传承。那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你也没有特别强大的信心，那可能没有办法借由这种方式来获得这个传承。另外我们会听到一种词汇叫做具三恩的根本上师。这里所谓的具三恩根本上师是哪三恩呢？这个可以从显教的角度还有密乘的角度来做解释。如果从显教的角度来做解释，比如说他授予你学处，授予你龙，就是口传，还有引导的教授， G 就是引导的教授，这个呢称之为显教的具三恩的根本上师。如果是密法来讲的话，他为你传授灌顶，讲解密序，还有传授教授当然这里也称之为教授。这样的一个上师呢，他可以称之为是密法的具三恩的根本上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具三恩的根本上师是哪三恩呢？从显教的角度有一种解释，从密教的角度有一种解释。另外有一个问题是，之前有人提到说，在无上瑜伽的就是说在提到吉天菩萨的传记，然后有提到他修持无上瑜伽，然后有提到所谓的极无系论。那到底所谓的极无系论的一种修行方式是什么呢？那仁波切的解释是说，在这个在那个密集金刚的发愿文里面有提到说有三种的修持，一种叫做具系论，还有一种叫无系论，就是离系论还有一种是极离系论，就是加上一个极字。这三种呢，一般我们会提到说，吉天菩萨他所修持的是极无系论的、极离系论的这种瑜伽。那前面讲到的具系离系的这个我们就不多做解释。针对极离系论的这个瑜伽我们也不在名词上特别做解释，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吉天菩萨他去修持睡梦光明，那这种睡梦光明呢，它属于极离系论的这种瑜伽。那睡梦光明呢，也就是说在睡梦当中，然后他去现起这种光明，然后依此去修行空性，然后去体证空性。这种方式呢是没有外在一切的系论的所以说呢，这种修行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极离系论。上次我们在讲到入菩萨行论释前面归敬颂的时候呢，这个归敬颂是角陶杰大师他自己写的归敬颂
这里有提到说，我见取直绳所缚，妄言正得列菩提，不须通达甚深义，应除谬论善谛听。那接下来呢，又有提到说，像诸小乘藏亦曾多次直接宣说，细分无我自转第二法轮等等这样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主要是依据中观应成派的论师他们的想法来做说明的。也就是有一些论师他们会认为，如果要获得解脱，不需要证得空性。那这样的想法呢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证得空性，讲错了，我们想要脱离轮回，我们就必须证得空性。为什么呢？因为在怎么讲？等于可能是刚那节这里。刚那节。天语刚那节。天语刚那节那比如说像在中观应成派的八难处，就是有8个难题，有8种难题。这里面呢，其中一个就提到了，如果想要脱离轮回，我们就一定要证得空性。同样的，在中观宝鬘论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在什么时间之内，我们还去直持这个运的话，那这时候就还有我执。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种运，而我们会去执着它，因为执着这个运，所以会升起一种我执，这个我执称之为法我执。那因为有这种我执，所以会产生贪嗔痴等烦恼，因为有贪嗔痴等烦恼，所以会造业，然后会去轮回。所以说呢，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去灭除这个我执，才有办法灭除轮回。那比如说呢，在论点当中有提到，这个论点呢，就是我们在后面智慧品，它就会提到说，我们应该缘烦恼为烦恼。这里提到烦恼提了2次。那第一次呢，所指的烦恼是真正的烦恼，就是具象的。这个具象啊，就是指真正的，就是具足那个定义的，具足烦恼定义的那个烦恼。然后呢，缘为烦恼是指应该缘它为无自性、无有自性，然后无地识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应该缘烦恼为烦恼这一段话呢，它会解释为我们应该把具有性相的真实的那个具足烦恼定义的，应该这样讲，具足烦恼定义的那个烦恼原为是无自性的，应该要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获得解脱。另外呢，在佛陀所宣说的这个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说，空与极尽无生理，由不知故。就是因为对于空极尽无生的这些道理，因为我们不了解的缘故那所以佛陀要为我们做宣说，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能够获得解脱。在这里呢，就提到了3解脱门。这里面的3解脱门呢，也就是不共的3解脱门。我们由于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因为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会升起众多的我执，而这些我执它会产生贪嗔痴的烦恼，然后贪嗔痴等烦恼它会有业，然后不断的去轮回。刚才我们是针对造论释言的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解释，接下来呢是针对下面第2页的第1行，圣者能王最初发起圣菩提心，终于众多阿僧祇劫以布施等度彼岸行圆满2种资粮。那最初第1句呢，圣者能王最初发起菩提心，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再解释了。终于众多阿僧祇劫以布施等度彼岸行圆满2种资粮。那我们要圆满2种资粮的时候呢，依次会去修学5道，那最后呢获证圆满正觉，就是无学道。所谓的5道呢，就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还有无学道等5道。这5道它有什么差异呢？主要以证得空性的角度而言来做区分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要去学习空性，一开始是去听闻关于空性相关的论点还有理论，去听了之后呢会升起一个闻所成，接下来呢我们去思维会升起思所成，然后再去修行会升起修所成。如果是在资粮道这个位阶的话呢，我们是去听闻空性，然后升起了思所成，接下来呢我们在升起修所成的时候呢，那就是进入到资粮道的到加行道的阶段。
那么我们在加行道的时候呢，是对于空性去做修行升起修所成。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证得空性？当然证得空性，但是是以一种的方式来证得空性，还没有现证空性。那什么时候能够现证空性呢？在你获得见道位的时候能够现证空性。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讲到证得见道位，那还有修道位。这里最主要的差异在哪里？见道位主要断的是见道位，它主要断的是见所断的烦恼；修道位所要断的主要是修所断的烦恼。那么我们以烦恼来讲，应该这样讲，主要断除的障碍，这个词比较精准。主要断除的障碍，见道位主要断除的障碍是见所断的这些障，那修道位所要断的是修所断的这些障。那么我们所要断的障可以分两种，一种叫做烦恼障，一种叫做所知障。那如果是一个他一开始就进入大乘道的行者而言，他没有先到小乘道，他直接就进入大乘道，然后他进入了大乘的见道的时候，他会开始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这里面呢，无论是烦恼障还是所知障呢，它有主要是烦恼障而言，它有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具生的烦恼障，一种叫做分别的烦恼障。分别这个词是以前汉译佛典的用词，那如果是照藏文现在直接翻译过来呢，法尊法师是翻译为遍计所持这样子。所以说这种障碍它可以分为应该说烦恼障呢，它可以分为具生的烦恼障以及分别的，也就是遍计所持的烦恼障，有这两种障。那么具生的那个烦恼障呢，我们称之为修所断，分别的这个烦恼障呢，我们称之为见所断，也就是见道所应断除的烦恼。在获得见道位的时候，他主要去断除见所断的这个烦恼，然后呢，他在修道位的时候，他会去断除修所断的烦恼。那见所断的烦恼是什么呢？也就是指比如像因为有一些宗义的原因，就是你吸收了一些宗教宗派的概念，所以你认为比如说人或者是法，补勒伽罗或者是法有地识的这种概念，这样的一种执着呢，称之为分别的烦恼，或者是遍计所持的烦恼，它属于见所断。这个是在见道位的时候所要去断除的。那如果说是一个他之前就已经进入过小乘道的行者而言，因为他在小乘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烦恼障，所以他进入到见道位的时候直接开始断除所知障。那刚才我问一下荣介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特别是依据中观于前行自序派的说法。最后呢是提到了最终现证圆满正觉，然后依次三转法轮，最初转四谛法轮。为什么一开始转四谛法轮呢？主要就是我们想要灭除轮回，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趋入轮回的次第，以及离开轮回的这种还灭的次第。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何趋入轮回，然后我们才能了解如何离开轮回。那这里面所说的次第呢，也就是应该说四谛呢，最主要就是讲述这个内容，所以一开始佛陀在开示的时候就宣说了四谛。那接下来呢，在第2页的第3段，用第3段比较清楚。此论造者圣者齐天论师，这里有提到说，接下来呢下一行，我们看到下一行这一段的下一行，特由行持无上瑜伽及无系论行仪，圆满成办大乘道也。这里提到特由行持，特别，那为什么是特别？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这个特别也可以翻译为殊胜，就是说它到底殊胜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也就是说无上瑜伽的道以及显乘波罗蜜多乘的道，它的差异在于说，无上瑜伽的这个修行呢，它对于比如说现证空性，还有断除障碍，以及它现证佛身的这个方式，就是方便，这种方便呢，它有特殊的一种诠释，所以说基于这个理由，特由行持无上瑜伽，也就是无上瑜伽它的说法更为特殊，更为特别。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密法，特别是比如像
无上瑜伽的这种修法，它相对于显称波罗蜜多乘的修法，它在断所断的部分呢，有更为特别的地方。所以更为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以声闻乘来讲，那它主要呢要断除的就是我执。那这里的我执呢，人们界应该说它是以4个不同部派的角度来做说明的。比如说声闻部派来讲，它主要断除的我执是补特伽罗有独立的实执我这种我执。那如果以唯识派的角度来解释我执的话，也就是指有外境的这种执着。那么如果以中观自序派的论师，他们认为要断除的那个所断呢，就比如像执法有谛实的这种谛实执。如果是中观应成派的论师呢，他对于这个说法呢又更为仔细了。他认为所要断除的是认为法有自性的这种执着。但是这个呢，通常都是在一般我们讲述显称波罗蜜多乘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说明。另外呢，在密法当中，它特别还提到了要去断除，比如像凡庸的显现以及凡庸的执着，这个也是必须要去断除的，以及像明增德等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时刻，我们都需要断除对它产生一种凡庸显现及执着的一种分别。所以说就密法来讲，它是别于显称波罗蜜多乘更为殊胜的。另外呢，在对于正德的部分，比如说在密法的修持当中，特别会提到了正德色身的一种方便。这里的色身呢，是一种佛色身的一种体性。那它的体性呢，是讲到了我们最微细的风心。借由这种最微细的风心，它能够承办佛的色身。在密法当中，它会特别提到说，如何以这种最微细的风心来承办佛色身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是提到了，比如说承办法身的部分呢，以显乘来讲的话，显教波罗蜜多乘呢，他认为我们要成就佛的法身，必须要去观修空性。那这时候他所观修的心，那个心呢，还是一个比较粗分的心，所以就密法来讲，显教波罗蜜多乘所提出的那个心呢，是一个粗分的。还有一个更微细的心，这个心呢称之为原始心。那借由这种原始心呢，我们不断的去修持，然后借由正德乐空无二的道，然后借此道我们能够获得佛陀的遍智，或者称之为一切相智。接下来呢是提到说阿底峡尊者他能够含摄了，就是他能够受持了3大传承的这个教法。那这里面所谓3大传承的教法呢，也就是提到比如像这个从弥勒菩萨传给无着菩萨再传下来的这一派呢，我们称之为广大行派。如果是从文殊菩萨然后传给龙猛，就是龙树菩萨然后再传下来的，这个我们称之为深见派，深见的这个派别。那还有一派呢是从文殊菩萨传给吉天菩萨所传下来的这一派呢，主要是以比如像自他相换法的修持来修持菩提心，这种传承呢，我们称之为伟大行派。那针对刚才提到的广大行派、伟大行派还有深见派这3派的传承呢，都能够汇集于阿底峡尊者的身上。那刚才呢，我们有提到说，比如像广大行派的这个传承里面呢，是由弥勒菩萨然后传到无着菩萨传下来的这个传承。这个传承里面呢，最主要提出的是清果教授的一种发菩提心的方式。那么如果是文殊菩萨传给吉天菩萨的这一派传承，他们主要传授的呢是自他相换法的这个教授。那刚才我们有提到七因果教授的这种修持方式，这个修持方式它是根据哪一本经典里面所说的内容呢？人们意思是说，它主要根据了般若经里面的内容来宣说了七因果教授的这个概念。那么自他相换法的这个传承，它主要源自于哪一本经典呢？人们的意思是说，是华严经。应该说藏文叫做董波贵为佛。那这一本经典呢，翻译成中文好像都翻译为华严经。所以说呢，它主要是从华严经里面有这个自他相换法教授的这个内容。那么针对整品的应该说整部的入菩萨行论这一本论著来讲的话，那它的解释呢，主要有
主要有这个在印度有2位论师去做解释，一位论师呢叫做给维哈，就是有一位论师叫做给维哈，给维哈呢就是善天可以这样翻译，给维哈这一位论师他所造的一个针对入菩萨行论的解释。还有一位呢叫做那波巴大师，那波巴大师呢他也有造了一个针对入行论的解释。他们2位都认为说入行论有10品他们都认为入行论有10品。那么就那波巴大师他的解释认为这10品里面我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就是初中后3个部分。那初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比如像礼赞，还有像造论的誓言，这个部分呢都属于初的部分。中就是中间，就是讲到了6度，还有比如像从第1品一直到第9品之间的内容，这个都属于中的部分。后呢就是回向品的部分，所以整部入行论我们可以分为初中后3个部分，那也是初善、中善、后善那有这3个部分。不好意思刚才有个地方讲错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初善、中善、后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给王哈这位大师所说的内容。那么如果是那波巴大师的话呢，他是把入行论分为3个部分，也就是因的部分，造论的因还有6度以及他们的嘎卡啥加金给国内差不多。那第3个部分呢是以这个如果直译叫做由恩德之门去做礼敬由恩德之门去做礼敬，也就是说它分了这3个部分。那其实第一个造论的因那个部分呢，跟前面我们讲到初中后里面的初它是一样的，就是敬礼敬这个部分。那中间6度呢就是一样是中间那9品最后呢由恩德之门去做礼赞呢，这个是最后的部分。一点点消息吗？要休息吗？要休息10分钟好了。接下来就请直接看到第3页中间这个部分甲3论1分2。以1呢，趋入解释大乘道次，以2是正式道之次第。这里面以1呢，趋入解释大乘道次有分3个，第一个是丙1礼赞，第2个丙2立誓造论，第3个自谦及欢喜造论之原因。第一个礼赞呢有分3个，第一个是目的，第2个略意，第3个是词义。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目的的部分，赞扬殊胜尽之功德，并归依故，能令他知己为正事。这里面呢有提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吉天菩萨他自己本身是正事，这个正事呢，是藏文的一个专有名词，在中文的过去中文的佛典译典里面没有看到这个词。那如果解释它的意思，应该就是中文里面比如说祖师或者是大德这个意思。那为了让人家知道他自己是这样一个人，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位祖师大德，所以说呢他为了要符合这样的一个行仪，所以说在造论之前一定会先赞扬殊胜尽的功德，然后对他去做皈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略义这个部分，善是具法身佛子，诸应敬者敬礼矣。首先呢是去礼赞，那这里礼赞呢，我们看到论释里面提到显示礼敬3宝及诸应礼敬者，这里呢是在造论的一开始先去礼赞3宝还有礼赞应敬礼的人，应该说应敬礼的对象。接下来呢是讲到了词义，词义呢这里提到苏嘎达这个字，苏嘎达这个字呢它有2种意思，一个呢叫做断，一个叫做正。在这里呢仁切有特别提到，比如像在释量论的归敬颂里面也有提到，他是一个具量者，然后他能够利益众生，那因此呢我去礼赞，因此我去礼赞这个导师如来这样子。在释量论的一开始有这样一句，但中文我就是没有背，所以不晓得这样。好，那这个呢是在释量论一开始的礼赞，所以他去礼赞了这个具量者，然后
具量者，然后利益众生者，然后我去礼赞这个导师如来。那这一段话里面呢，他就有提到两种解释，一个是断，一个是正的这个解释。首先呢，就断的这个角度而言，他说他能够善断除，并且不再升起，还有无余断除。这个断呢，可以做这应该说这个断呢，它包含了这三个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犹如士夫行色善妙，如是尽断烦恼障故，以至善妙庄严，又如极意，以善尽除。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断除可以做三种解释吗？一个是善断除，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到第一个，以至善妙庄严，又如极意，以善尽除。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如是以至不随烦恼力而复还轮回，这个是不复还，就是不再生，这个是第二个，如是以至不随烦恼力而复还轮回。第三个断呢，就是无余的断除，又如宝瓶以善盈满，如是尽断非染污之无明，以至无余，就是无余的断除一切。那因为这三个理由，所以称之为善事，就是在解释善事这个词的时候可以有两种解释。接下来提到善就是善妙，事为达比之体性。那这三种呢，依次胜过离欲外道、欲流一来及小乘罗汉。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了所断有三个部分吗？一个是善尽除，如果我们照这里的翻译就比较直接，善尽除，然后不复还，还有第三个是无余，有这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依次是指胜过了离欲的外道、欲流一来果的圣者以及小乘的阿罗汉。第一个离欲的外道是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以外道而言，他们可以离无所有处以下的所有烦恼，就是他们到非想非非想处，他们可以证得非想非非想处定，所以他们可以灭无所有处以下的一切烦恼现行，他们可以灭，但他们不是断，他们没有他们可以离欲，他们可以让它不现行，但是他没有办法断除。所以呢，这里就提到了善尽除，它是善尽除，也因此用善尽除这个词来表示佛陀善事呢，它的这个功德是就是超胜了离欲的外道，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不复还。为什么叫做不复还？比如说以欲流一来果的圣人，他们还可能再投生到轮回当中，虽然他们已经证得圣位，但是他们还可能再复还轮回，所以他们不是不复还，所以用善事的这个不复还呢，来表示说他超越了欲流一来果的圣人。第三个是小乘的罗汉，小乘的阿罗汉。那小乘阿罗汉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能够灭除烦恼障，他灭除烦恼障，但他没有灭除所知障。那么佛陀他不但灭除烦恼障，而且他能够灭除所知障，所以他是无余的灭除一切障，所以称之为无余。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若依正德圆满而是，因以现证二种无我实性，其智坚固，无余骗之，故名善事。刚才我们提到是以断德圆满的方式来做解释，接下来我们是依正德圆满的方式来做解释。这里呢，一样提到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正德二种无我的实性是第一，其智坚固是第二，无余骗之是第三。那么这三者一样依次的，第一个正得二种无我实性，所以胜过离欲外道；第二个其智坚固，所以胜过欲流一来果的圣人；第三个无余骗之，所以胜过了小乘的阿罗汉。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彼等依次亦胜三种普乐伽罗，此文显示礼赞佛宝。也就是说呢，这一段话那当然是礼赞了佛宝。然后呢，这一段话主要是讲善事。刚才不是提到善事具法身，善事具法身佛子。首先提到了善事，那这个善事呢，它依次胜出三种普乐伽罗，所以显示了礼赞佛宝。那接下来呢，提到了法身，自性清净界中远离一切垢秽之法身者，乃是佛宝。接下来呢，是提到了法身，这个在中文的意思里面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解释。
我们在偈颂可以看到善事具法身佛子，善事然后具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法身。但是在藏文里面呢，它的顺序是善事然后法身然后具足，所以说它依次去提到了佛法僧三宝。那刚才我们是提到第一个善事，那它是礼赞佛宝，接下来呢提到法身，它是礼赞法宝，自信清净界中远离一切垢秽之法身，这个是法宝。为什么？因为佛陀他所证得的法身，这里的法身呢，我们特别是强调了课程清净的法身。那这种课程清净的法身呢，它是远离一切课程，所以针对这个我们称之为法宝。接下来善事法身然后具足，这个具足是指谁具足？是指佛导师他具足这个法身，所以呢具足这个的人应该说具足这个的那一位普特伽罗，我们称之为善事。那这个呢是礼赞僧宝。另外呢，我们有提到说前后二者亦摄二种色身，后具亦显菩萨灭道，故佛宝及一切大乘法宝皆为礼敬之敬。这里有提到善事具法身，这里面的善事具法身呢，前面的善事具足，善事还有法身，然后具足，这个具足呢也可以含摄了佛的报身跟化身，所以说这一段话里面呢也礼赞了佛陀的法身及二种色身。然后接下来提到与佛子，那这个与佛子就是菩萨，因为提到菩萨呢也提到了菩萨他们相续当中的灭地以及道地，故佛宝及一切大乘法宝皆为礼敬之敬。那所以呢这里呢也礼敬了法宝还有菩萨他们的灭道二谛，所以这里也是一种解释礼赞三宝的方式。所以这里提到说呢，故佛宝及一切大乘法宝皆为礼敬之敬，那佛子为圣者菩萨于此共为三宝，这是三宝。于彼等及诸于因礼敬者，亲教师及轨范师等皆以三门恭敬顶礼。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这个诸于应敬礼者，就是诸应敬者敬礼矣。那诸于应敬礼者，就是亲教师、轨范师等皆以三门恭敬顶礼义，也就是说已经去做了顶礼。接下来呢是提到说刚才已经去做礼敬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立誓造论。那今将依教略宣说趋善事子大总集，也就是说接下来呢是要提出他立誓造论的一个誓言。那接下来提到今将依教略宣说呢，这个是提出那我要去宣说这一本论趋善事子大总集，也就是说有人会认为那你现在要造这本论，那是你自己讲的还是你有根据所以这里就提到是趋善事子的大总集，我是有依据的。这里的大总集呢也就是指讲错了，前面提到的略宣说就是指我在这里应该会很概要的纲要式的来做一个说明。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了略宣说，也就是说有人他可能会有一种疑问那如果你要讲的是一个纲要式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以前人都讲过啦那你干嘛再讲一次呢？是不是有重复的过失呢？那你是不是不应该再讲一次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出现。那针对这个疑问呢来做一个回答，就是略宣说，我在这里呢是很概要式的重新把它整合一次，很简单的明白的来做一个说明，所以跟之前讲的不会有重复。好，接下来是提到明辨目的等四。这里呢明辨目的等四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造论的时候会讲到有时候直接翻译叫做四种所为义四种的所为，就是它有四种目的这样子。哪四种呢？第一个是如果讲目的的话就是第一个所权可能就是名词上会有点怪，就是说它有四种的所为。哪四种呢？第一个是所权，第二个叫做目的，第三个叫做主要目的，第四个叫做相属。相属就是前后的关联性。首先讲到所权，其实所谓的所权是什么呢？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跟人家讲把水拿来
你把水拿过来，这样子，或者拿水来，这样一句话呢，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叫人家把水拿过来，所以这句话它所要诠释的那个内容叫做所诠。那我诠释了这个东西，就是我用水拿来，或者说把水拿来这句话去诠释了要把水拿过来这件事情这个是所诠，它诠释了这个东西。那么诠释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我现在暂时的目的是你要把水拿给我，这样子，把水拿给我，这个是我的目的。好，那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我要喝这个水，这个水应该是指就是说那种饮用水啊，或者是也可以，反正就是我要喝这样子，我要喝这个水是我主要的目的。那相属是什么？就是前后的关联性，因为你前面讲的那个水拿来，然后这个是所诠，人家听到了你要表达的意思，然后会产生这个目的，就是他把水拿过来之后你才能喝，你喝了之后你就是解渴，所以说这个是前后的一个关联性。好，那刚才呢，人们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让大家比较了解。那如果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入行论它的所诠目的、主要目的跟相处是什么呢？也就是这里提到的大乘道果，也就是说他要诠释的大乘道果是他的所诠他要诠释的东西。那他为什么要诠释这些东西？为了让此论而明了彼义，也就是说依此论而明了彼义，就是你为了让人家可以依着你所诠释的内容，然后了解这些意思，这个是目的，他的目的。那你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最后能够证得佛果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所以说前面因为你诠释了这个内容，然后目的是让人家能够懂了之后去修行成佛，这个是主要目的。这个就是前后之间的一种关联。所以呢，刚才就是提到了造论立誓造论这个部分。那立誓造论呢，它有分几个部分。前面是讲到这个立誓造论，然后后面呢是讲到它的就是目的，讲到目的。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也就是目的的部分。接下来是提到了此论未说其所无修辞无益不善巧。这一段呢，主要是提到说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呢，就是说你现在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依经论里面的内容如实去宣说的？如果是的话，那你干嘛还要再造这一本论呢？所以在这里呢，寂天菩萨就提出此论呢并没有提到以前经教里面所没有的那些内涵，也就是说我讲的也都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内涵。另外呢，我对于修辞学这一类的就是学问我也不是说很懂。那这一段呢，主要是提到它是自谦就是说这本论著有人会认为就是如果有人提出那你造这一本论你这样讲，那是不是讲一些以前没讲过的呢？这里就提出我这一本论著所讲的内容并不是以前没讲过的，都是以前佛经里面就已经有的内容，而我自己也并不这么懂修辞学，所以提到了修辞无益不善巧。所以刚才就是提到了此论未说其所无，修辞无益不善巧。那接下来是提说，那我很欢喜的来造这一本论著，是故未敢言利他，未修自心，我撰此，未修众善，由造论无信义的占增长。这里是提到说我也不敢说我想要去利他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主要是为了修我自己的心，我才来撰写这一本论著。那所以也提到了未修众善由造论，也借由说为了去修行众多的善业，所以我来造这本论，那也因此我的信心能够增长。那在这里呢就提到未修自心，我撰此。那这里就提到说呢，我即天撰此论有其目的，也就是未修自心。那在这里呢这里有提到说，那这个此字到底是指什么？因为这一段话呢是寂天菩萨他在讲的时候他提到的嘛，他说是故未敢言利他，未修自心，我撰此。他在讲到这个此字的时候，整本入行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还没有啊，那时候整本入行论还没有讲出来，因为后面的内容他还没有讲所以在辩论的时候人家会问你说，那我撰此的此到底是指什么？哪一本论？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入行论啊，还没有入行论啊，那你此字是指什么呢？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解释说，这个此字呢是指吉天菩萨他自己在心里面已经有了圆满的十品入行论，也就是说他在还没有造这本论之前，他心里面呢已经有圆满的入行论了，就是十品的内容他都已经知道了，十品的体性十品的字体已经在他的相续当中了。所以呢，他这里所谓的此字就是指我传此，那个此字是指他相续当中圆满的十品。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那你传此论你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你为什么要造这本论呢？所以吉天菩萨就提出是故未感严厉他为修自心，我主要是为了修自己的心啊。那这一句话呢，主要是以自谦的方式来做说明的，就是我在这里撰这一本论著，我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目的，就是为修我自己的心。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我是为了修自心，然后才造这本论著，为修众善由造论，那也是为了修行众多善根，然后让我的信心能够增长，所以说呢，我来造这本论著。接下来提到与我同具善缘者，若见此论亦获益，这里都是提到造论的原因，就是目的，也就是说主要呢，我还是为了修行自心，然后为了修行众善，然后我也为了让自己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就是衰退的能够复原，然后可以不断的在增长，以及为了利益跟我同样的具有善缘的人，希望他们见到这本论著也能够获得饶益。所以这里提到与我同具善缘者，若见此论亦获益呢，也就是提到了希望让这个跟自己有缘的这些众生呢，见到这本论著的时候能够获得利益。所以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就是前面那一段呢，就是说为修自心，然后这个也属于一种自谦的词，然后后面呢也是提到了希望能够帮助他人的一个目的。那刚才有提到说是故未感严厉他为修自心，我传此，那还有后面提到的与我同具善缘者，若见此论亦获益，这两段呢也可以分为是自利还有他利的两种目的。也就是说前面提到为修自心，为了修我自己的信心，然后为修众善，然后我愿我自己的信心能够增长，这个部分都属于自利的部分，就是说因为自利的目的，那所以造这本论著。那么与我同具善缘者，与我同具善缘者在藏文里面它有一个刚这个字，也就是说也是为了让与我有缘的这些人能够获得利益。那这个也是的也呢，就提到不只有自利的目的，也有利他的这个目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就说，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从前面呢再稍微做一下复习。请大家翻到第4页，这里呢有提到善事具法身佛子诸应敬者敬礼矣。这一段话呢主要是提到说礼敬三宝。那礼敬三宝的原因呢刚才都有解释过了。接下来是应该说我们在造论的时候，首先会有礼敬，然后再来是立誓造论，就是造论的一个誓言，叫立誓造论。那么前面呢，善事具法身佛子诸应敬者敬礼矣，这一段呢属于敬礼的部分。然后金刚一教略宣说趋善士子大总集。首先呢提到金刚一教略宣说是立誓造论的这个部分，趋善士子大总集。这里呢是提到趋入善士子，也就是说这里呢首先提到了应该说在藏文里面呢趋善士子大总集这一段话是在前面，然后金刚一教略宣说这个在后面，所以说前面呢先解释了趋善士子大总集。那趋就是趋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是有根据的，不是没有根据的。那这个呢是这个蒋道杰大师所提出的内容。还有依教，也就是指我是接下来提到依教，这个依教呢就是说我这个呢并不是自己臆造的，我是有根据的。那所以前面金刚依教略宣说呢是立誓造论，然后趋善士子大总集呢也就是指那我就是我所说的内容呢也是有根据的。那前面那个依教呢也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提到了就是目的明辨目的等四，那这里面呢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据此来了解说它有明辨有4种目的。接下来提到此论未说习所无修辞无益不善巧，这段话呢主要是提到了自谦的部分。那接下来有提到是故未敢言厉，他未修自心，我传此，还有与我同具善缘者若见此论亦或异。这2段呢主要是提到了自利的目的，还有利他利的目的这样。那所以呢就是人切说，因为我们每次讲的进度其实蛮少的，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就把这个根本颂可以背一下啊，背了之后呢，你顺便把那个就是它的科判背起来，这样子，那你就大概知道说我念诵到这一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然后它是哪一个科判的这样。那简单来讲呢，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在学习这本论著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想到以此论，然后好好来修心，然后这本就是我们能够学到这本论著呢，也都是众多善知识还有上师们的恩德，所以我们应该要就是想到这些再来就是回向。那我们也应该在回向的时候想到说，以今天闻法的功德，然后全部回向，就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所以要圆满佛果位那应该做这样的回向。